以下中一條，你都屬於倒貼上班。工作日竟然喺屋企開台，工作日你就係牛馬，牛馬就喺心口棚解決大細噶嘛，做咩喺屋企屙啫？今日開始調整你嘅生物鐘，洗緊你刷牙，全部單位解決。咁坐地鐵翻工咪好醜。努力聽明白領導嘅言外之意，因為領導自己冇文化講嘢講唔清楚，我嚟腦補啊！你黐線㗎，得閒啊，我諗下中午食咩好過啦。拍領導唔使得，我知，我要講拍領導唔加錢嘅馬屁。明星公司啊都要出錢請粉絲做勢，帳號增粉啊都要買流量做頭流啦。領導憑乜嘢白嫖我嘅彩虹旗啊？大裝上班呢個係最唔啱啦！上班如上墳就應該樸素啲嘛，穿紅着綠情何體統啊！自費買咖啡，為你嘅工作軟件充會員，咁其實就係攞錢買邊自己，幫老細買車買樓，終極倒貼，捱夜加班，咁就等於攞你條命幫老細換新車。就算加你人工，我到最後都賺錢醫病啫嘛。其實大部分嘅工作咧，捱夜做同埋第二朝瞓醒先做冇區別㗎。領導唔會因為你成晚冇瞓睇到你嘅黑眼圈就唔使你做 PPT。工作係單位嘅，單位冇咗邊個都可以轉，但係健康就係自己嘅喎。你唔可以冇咗健康㗎，你死咗屋企人咪傷心啦。為份工去死咁浪漫。